对，闪闪，她穿的衣服就像女人，所以她闪。编，你再给我编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雷闪闪怎么一大清早的说那么多你的好话？哦，李谷老师说你是不是用你的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要挟他来着？不是，我们是一种公平的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答应他，打听王老师的消息，他答应我，在你面前说我的好话，把你弄过来。冬眠，咱们能不能就不玩这个游戏？你回到我的身边吧。好啊，可以呀。麦克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啊？你这样做破坏了我跟雷闪闪之间的感情。唉，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跟他见面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得跟他讨个说法？啊，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一个解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又假装没听见是吧？没劲了，你捣什么乱啊？可风现在天天陪着杨大伟，乐琛也走了，冬眠也让我给骂跑了，我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我生气。跟你说话呢。你看什么看？看得懂啊你啊？